全塘下啲人都識玉記㗎啦，40-50歲嗰啲人個個都係食我啲餅食大嘅。我91年開始做呢間玉記餅家，玉記就係我本人咯。呢啲餅印啊，就係見證我玉記餅家40幾年嘅歷史啦。呢隻月餅王啊，呢隻1983年、84年做嘅，當時係做200-300蚊一隻，打到都掉晒啦。我哋啲月餅咧都係全港手工做，自己整嘅就滑啲咯，真材實料咯。以前冷人豆沙賣1-4蚊半到，而家唔同啦，而家貴10幾20蚊。呢幾箱就係西山冷人咯，1萬幾蚊一箱咯。10斤豆沙放2斤冷人，2斤冷人咧就成1000蚊㗎啦。做呢啲脆皮叉燒嘅材料咧，加埋都有成30種材料。我哋啲椰絲餅咧，個個都好中意㗎，因為我哋選用咧海南嗰隻原汁原油嘅冇炸過椰油嘅椰絲嚟做，所以咧嗰啲椰絲特別香甜。幾十年嗰啲老顧客，佢嚟我度買嘢，我梗係做靚啲、做好啲、價平啲俾佢啦。有冇後悔入呢一行啊？咁辛苦？梗係有啦，你邊個仲想做嘢啊？而家世界年年都話唔做咪又要做，係咪？啲客人要尋住啲味道過嚟，咁咪唔做點得啫？香港舊年都好多人翻嚟專登嚟揾我哋呢度，一走嚟到中午12點先到。佢媽一定要過嚟食下我哋啲本地月餅。佢喺香港直頭冇啦，冇隻月餅啦。我哋40幾年都要保持呢隻紅椒牌子，紅字咧就表示喜慶啊、吉祥啊，好多客人都懷舊咯。特別係我哋東莞本地人咧，我哋啲食晒㗎，唔係擺㗎。